校長，呢個邊個嚟㗎？呢位係校長婆婆梁醒德女士。點解你會去咗校長婆婆屋企嘅？因為校長婆婆係我哋元朗幼兒學校嘅創辦人，佢好關愛小朋友㗎。以前仲成日探訪學校，同小朋友一齊傾偈添。你哋係咪好想認識校長婆婆呢？不如就趁3月8日國際婦女節，我請老師同你哋分享做一啲活動，等你哋知多啲校長婆婆嘅故事啦。好啊，好啊！新界婦孺福利會嘅創辦人校長婆婆。我哋完成啦，耶！我完成啦！依家係我間學校，靚唔靚啊？我哋學校以前叫做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兒童樂園，因為校長婆婆好愛錫小朋友，希望透過創辦學校，讓小朋友有一個開心愉快嘅環境來學習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學校不斷優化環境，力求進步，並改名為元朗幼兒學校。而唯一不變嘅係，我哋依然堅守校長婆婆辦學嘅初心，為小朋友創造一個充滿歡樂嘅學習樂園。校長婆婆已經上咗天家，學校會繼續秉承佢創立新界婦孺福利會嘅使命，以家為本，醒德立人。呢個就係我心目中嘅校長婆婆，佢好溫柔，佢好慈祥，佢好有愛心㗎。多謝你創造咗一個咁開心嘅樂園俾我哋學習，喺學校一齊學習，一齊玩。我哋喺學校好開心㗎。校長婆婆，多謝你。